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现代生活有水倒水真便利，过去无水倒水的时代，灶骹就会放暗缸来底水生水，需要用水的时，就用水库来养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库，水库的库，读考库第4条。库就是底米或者是底水的细底杯啊，嘛当讲是养水用的，咱讲库啊。另外底水的遐布遐，嘛有人讲是水库啊。底分屎分头的库啊，咱讲是分库啊。也有古早阿爸型的物件，咱嘛会讲是库。像讲较早淀粉食的大饼，有人讲是阿爸饼，嘛有人讲是库仔饼。另外库嘛会当讲是用来算量杯的单位，像讲1库、2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起库啊，就是落水杯，嘛有人讲是起杯。第2个词读做库仔底，也就是咱咧讲的蚵底，也是用面粉、甲蚵仔、韭菜、豆菜包入去，摕去煎，搁再混酱料食。中华王景的蚵底特别出名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，即届参加你来游览，带阮去中华王景食库仔底，另外阁有用起杯底红茶，逐项阮拢想要食一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库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